埋嚟搞啦，十蚊件啦，快啲啦，埋嚟睇啊！喂，呢啲嘢喺學校買雞碎咁多，不如我俾個橋你啦，等你發到豬頭餅咁啊，好唔好先？咩橋先？嗱，聽住啦。大家記住2月6號至2月9號到葵涌年宵市場度支持我哋創出家園啦！咪住，咁點樣去啊？大家可以搭地鐵喺葵芳落，去新都會廣場隔離就係年宵市場啦。你哋救星喎，實識去嘅。到時見。